快樂呢下嘢咧係一個內在嘅狀態，並不在於個環境。我諗我都好想去傳遞呢一種嘅信息。好多時候我哋總係會覺得喂，梗係心想事成啊，哇，成功啊，咁先係快樂噶嘛，順順境境啊咁。但係其實真正嘅快樂已經腦神經科學家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噶啦。快樂並唔係外在嘅嘢嚟嘅，快樂永遠都係內在一個嘅狀態。所以要唔要快樂同埋幸福呢？完全喺在乎我哋點樣去培育自己呢一份嘅內在嘅狀態。好，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個，就係同呢個呢就係嚟自前哈佛大學一個正向心理學教授 Dr. Tal Ben-Shahar， 佢後尾咧成立咗一個叫做 Happiness Studies Academy， 佢就研究出咧有5種嘅元素咧，就係決定一個人咧係唔係能夠快樂嘅啦。呢5個元素咧就包括精神啦、身體啦、心智啦、關係啦同埋情緒。佢話呢5樣嘢咧係環環緊扣，缺一不可。淨係得一樣咧，你都唔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快樂嘅人。